I now give the floor to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谢谢主席女士。中方赞赏特别报告员和专家机制所做工作，支持他们为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权利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经济复苏、地缘冲突、气候变化、粮食能源、新冠疫情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加剧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土著人的脆弱性。令人尤为关切的是，近年来，不少土著人，特别是土著儿童的悲惨历史被曝光。我们注意到，特别报告员一年来开展了多次国别访问，表示对土著寄宿学校幸存者的故事感到沮丧和悲哀。我们呼吁特别报告员和专家机制继续关注土著人在历史上遭受种族灭绝、文化清洗等苦难，敦促有关国家纠正错误，还土著人以公道和正义。主席女士，昨天，一位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发言中对中国内蒙古地区的情况作出失实的评论。作为一名来自内蒙古的外交官，我想借此机会澄清事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中国没有土著人。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的原则，依法保障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个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自由，实施双语教学制度。蒙古语的书籍报刊随处可见。我们尊重蒙古族那达慕等风俗习惯，保护和发展蒙古族的传统医药，建立了多所蒙医院和蒙医高等院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事实表明，只要去过中国，不带偏见，就会发现所谓中国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文化灭绝，完全不符合事实。谢谢。I thank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for his statement, and I give the floor to the representative